花嘅眼夢。大蕊花都希望為有人看到，有人叫名。不過，一隻眼夢對西鳳花來講有點難呢。認真到一個嘅人，總係緊促促嘅，無人注意到佢。就算按呢，西鳳花當然還係條毛毛嘅。比如講，像趙雲通的細伢子嘅，佢蹲腳下來踏鞋帶嘅，用武器條那看蛋糕，西鳳花有機會咧。愛多呀，愛多呀！哦吼，因為好點點嘅打下手呢，一下誒趙雲通的細伢子嘅手就開咧。愛多呀啦！有一擺，真見有人看到西鳳花咧。因為有一粒球誒，飛過來誒，嗌來！救命啊！好嘛，佢係一個好打球誒嘅細伢哥誒。有一類飯呢。拿到球嚟咧！哦，喊大聲啦！細伢哥誒就搶上我打球誒天，三班班誒有人下來。西鳳花想愛同人客打嘴鼓，好冇啊！是講人客都無閒，兩下班就走誒。張來了！所以咧，西鳳花都喜歡條紅金球。拜託，全部嗌技術開吧，冇會有人看到啊！落雨過後，空氣飄起來無強用了。伊個細伢妹到西鳳花嘅附近呢停下來。看鴉片啦！鴉片咯！細伢妹講：阿爸，有得被要花，我要批到花嘅咩先呢？我冇看到啊。有啦！哦，草，大白就很草。就係有個香香嘅咩事？阿爸，有係乜嘅色的花？係紅色的哦。雖然啊，細伢妹木鋪，唔過佢用心看到嘅西鳳花。